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感谢教会有幸福小组，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认识这位奇妙恩典的上帝，做我生命中的救主。这是我一生中对我最大的祝福。信主受洗后，内心很渴慕，想进一步认识神，感受主耶稣基督的爱，心里面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加入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牧师、长职以及同工无怨无悔，全心全意的来为我们教会服事，提供这么好的资源来牧养我们这些初信者，让我深受感动。除了参与交通的服事以外，自己认为还有一些力量来做其他的服事，加上小组兄姐的鼓励，我也选择了加入中保代祷这个事工的团队。在今年的5月5号，我们教会举办了祝福宣告差派礼。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念头，时间已经到了，应该抽烟抽了40年了啦。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呢，不喜欢一个有抽烟的人在神圣的祷告室呢做这个神圣的一个代祷的服事，所以我当下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祈求主耶稣基督来怜悯医治我。我也写了代祷卡，请代祷团队为我做这个扶持的祷告，祈求主耶稣来帮助我，医治我这些不良的习性，我的脾气，期待家人朋友能够看到我的改变，肯定我的信仰，进而信主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上帝的恩典。感谢主，真的让我戒烟成功了。刚开始呢，谢谢，抽了40年了啦。刚开始呢，说不痛苦，那都是骗人的啦。当我有那个想抽烟的念头的时候，我就祈求主耶稣赐给我信心，赐给我力量，帮助我戒掉这个捆绑束缚我将近40年这个不好的习惯。真的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啊！我也希望我们主内的兄姐还有抽烟这个不好的习惯呢，能够早日戒掉，跟我同享平安喜乐的新生活。感谢主。8月初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发现我的喉咙这边呢有一个很小的肿块啊。到诊所去门诊求医呢，初步的诊断是唾液腺的肿瘤，医生也建议开了那个转诊单呢，要我到市立医院去做电脑断层的扫描。在这个检查报告期间呢，我心里面也是很百般无奈啊，因为接下来的我的安排的行程呢，除了这一次的见证分享之外，我还有参加幸福小组的同工服事，还有中秋节，我大儿子要从马来西亚来台湾来探亲旅游，我心里面就很纳闷，为什么上帝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给我这个考验？那一阵子刚好下雨啊，我骑摩托车回到我住的地方呢，我沿路都一直祷告啊。其实我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呢，我整个那种感受呢，那种对未来前途未知那种茫然，
那种挫折，我只好选择勇敢的面对。我只有祈求主耶稣给我信心，赐给我力量。我也写代祷卡，请代祷团队呢为我帮忙扶持祷告。感谢主，检查的报告结果呢，只是一般的结石而已。医生说，你可以选择跟他和平共处一生，只是偶尔你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会发炎，这样而已。但是我还是选择呢，勇敢的去面对呢。我也安排一个时间呢，要做一个简单的手术治疗。这一次呢，让我感受到呢，只要我遇到什么困难，我有这位我值得我依靠的上帝来帮助我。只要我诚心祷告，我必然得胜。我们工厂会计是长兴教会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有代祷的服事，要我帮忙提供代祷卡，让我们团队能帮他的大儿子祷告。他大儿子国中3年级就罹患白血球病，四处求医治疗，医生都束手无策，要家人做好心理准备，情况很不乐观。感谢主的怜悯，目前的病情呢已经稳定的控制。他的家属也很感谢我们代祷团队的服事代祷，要我转达致谢之意。相信借着在祷告室的服事，圣灵也在调整、帮助、祝福我的生命，也求主能够洁净我，赦免我一切知道或不知道的罪，饶恕过去我所犯的罪过，早日成为蒙主喜悦可以使用的器皿。在此也谢谢能够期待有更多的兄姐能够参与我们中保代祷的服事，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服事，来分享蒙主应允的喜悦。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张文兄啊，感谢主啊，实在很感动哈，感动，因为张文兄他其实是去年幸福小组的果子，12月才受洗的。那我们从他得到的一个见证，心中得到很多的激励。特别我们从他身上学到说，基督徒不分前后哦，哈，你不是信主很久了，但是你的信心要同样被激励啊。现在虽然资历很浅，但是这样愿意被神所使用。那第二位见证是我们的嘉怡姐妹哈，跟我们的瑞蒙兄，他们夫妻得到神很多的祝福，我们来拍手欢迎他。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其实一直以来我不是很善于言辞哦，所以要见证分享，一直觉得很紧张。那很谢谢我先生瑞蒙，他就鼓励我说，以前人其实是看得到神，可以见证到神，可是现在人看不到上帝，看不到神，那必须透过更多的见证来证明神的同在。然后因为他这一句话，其实也鼓励了我，我就告诉自己说，要刚强壮胆，要有勇气。让更多人知道说上帝的恩典，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给我一点掌声，谢谢。就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和我先生瑞蒙就有打算说换屋。那买房子是大事啊，人生的大事，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一直摆在祷告当中。那非常感谢主，就是让我们很快找到我们理想的房子，然后属于我们的迦南美地。那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分享这个过程。那后来我们就打算说，把原先的房子先用租的方式租出去，然后刚好这个租金收益可以来缴房贷这个部分，对，就有这个计划。就时间就这样过去，1个月、2个月、3个月，3个月过去了，来看的人很少，真的就5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那后来在4月底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打算跟他父母同住，就来看。那看了之后，他有打算要租，后来就跟我们出价。就我先生瑞蒙啊，他并不想租他们，他就很豪迈跟他讲说：“那你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啊，那时候我听到我就觉得很傻眼，我想说，啊，我们的房子已经来看的人已经很少，都租不出去了，然后他还这么挑客人。那后来我就冷静想想说，其实是不是神要透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对，那我想一想，我就决定说，那不如房子就直接出售好了。那每当有重大的决定，我都会写代祷卡，然后透过就是所有的代祷同工的祷告，我相信说神一定会成就的。那果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神在这件事情上他大大的做工。我们本来打算出售的价格，因为我们其实持有的那间房子不到2年，所以要缴比较高的那个房地合一税，所以我们想卖的价格会比较高，就是高于市价，高于行情。那现在人买房子其实会去查那个实价登录，对，那我们就委托了2家仲介，那仲介其实都觉得蛮有难度的，我们想卖的价格，就我们也想说，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要一段时间，至少半年以上。对，那我们委托3个礼拜之后就过去了。有一天仲介就打电话给我们，然后他就说有一对台北下来的夫妻，他很喜欢我们的房子，看了就是夫妻先生太太个别看了2次这样子，那他就出价了。对，那他出的价格离我们想要卖的价格大概只有50万，差50万而已，是最接近也是最高的。那50万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对方他加价的空间有限，那我们只好降价了哈。而且我心里想说，应该是这对夫妻就是买主了，就没想到隔天仲介又跟我们讲说，又有另外一组夫妻，他也有来看我们的房子，也很喜欢。然后他知道说前面有一组夫妻已经出价了，所以他又把价格再加上来，他出的价格更高，那离我们想卖的价格就差20万这样子。对，那因为价格很接近，所以隔天之后，仲介就约我们2方就出来谈。就后来对方他很干脆，他直接就加到我们想要卖的价格，所以等于是我们1毛钱都没有降。所以我们给伟大的神一点掌声，我觉得是神成就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幸运，我们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房子就已经出售。而且其实我们的房子，我敢说绝对不是整个社区屋况最好的，可是我们成交的价格却是整个社区目前来创新高，价格最高的。那仲介就一直说我们非常幸运，然后他就讲说，如果不是出现这么好的客人，要靠他们一直要拉抬价格，其实蛮难的。那我跟我先生瑞蒙，我们其实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不是神他巧妙的安排，他的恩典。其实不会那么巧啦，刚好在一个时间就出现2个客人同时在竞价。对，那我也很感谢，就是代祷同工的代祷。那我自己也是代祷团的一员。其实当初会很想参与，就是教会的服事。那有时候想想也不晓得说能够做哪一些服事啊，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先生瑞蒙他就鼓励我说，可以加入那个中保代祷团。对，那我自己心里想说，我都不善言语了，也不会祷告，那参加代祷团应该要很会祷告，才能成就别人吧。那也谢谢一珍姐的鼓励哦。那时候要参加的时候，她就鼓励我说，其实，在代祷事的时候，不是说在于你讲的多好，你讲的多棒，还是我们要比业绩，看今天谁完成的代祷卡比较多，它其实都不是。神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是真心诚意的。然后神都知道，他也会成就。对，那各位弟兄姐妹，就是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还是身边人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写代祷卡。那高铁大家都搭过，高铁到台北有那一种站站都停的，也有那个只停大站的直达车。我觉得写代祷卡就等于像直达车一样。那也很感谢教会，就是有这一群代祷的同工。然后可以就是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服事，也谢谢他们。那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有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对，那要感谢赞美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愿大家平安。谢谢。好，谢谢嘉怡的见证。